你也今仔日吼，规个花市新闻部来驾车。驾车，我袂输人啊。你袂输人哦？哎呦！欢迎收看大喜情人的。来好，我一遍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地新闻的主播林友丁，咱一个面凹嘟嘟，笑一个啦。你笑，你靠，嘛靠无？哦，好来，咱这阿弟啊吼，你有啥物胃口甲姊人讲？橡皮狐狸。我讲着我拢气啊！啊，今仔中昼我去买便当的时候，买饭的时阵吼，有一台面路的，哦，变面路啊，伊咯，我伫遮行，要过大路的时阵哦，伊台车就袂安尼转，我行到要一半边，应该是牛啊，对无？哦，对。啊，伊车一个啊到遮随冲过来，啊冲过来时阵叫叭三。哦，那会食迄落啊哈。安尼伊真的就做野蛮。伊若讲这一定转过来，我应该我拢会想牛伊先。哦。也毋过，我是一定行到一半，伊遐当位遐过来尔。安尼你对伊毋对？对啊。安尼咱的交通规则，即摆拢爱先让行人。是毋是啊？你这要求放大。对面路崩死哦，真正毋知死我，你若要死哦，就摕115。好啦，息怒，咱回去买咱同讲实在啊，这真正是非常危险嘛。因为咱逐工咧过生活，拢看到迄种有无？伊有迄个时线的时间，啊，搁咱定定咧讲的内链差。内链差。所以伊咧等我的时阵有无？伊并无看你伫边啊。我要讲的就是安尼啦。这个轿车吼，甲你这个单纯这个事件是伊毋对，你对。是。嘿，啊，但是咱刷落来要提醒咱的当军时段。咱若行路，伫咧大路行路，或者是骑机车，拄着拖拉机迄种大货车，逐个会记哩，车马仔会记哩，闪拍远嘞。是啊。较安全。像我今仔安尼，我当做较无注意。对哦。我就弄落呀，尾皮啊。嗨呀，我就夹一个，我就夹一个小龟龟啊。嘿啊，我。系啊，安尼我就做唔到。嘿啊。系啊，我实在啦，这个有当时吼，尽量看到迄大车就小较远的，因为迄时线时间迄个内链差也无看到你啊，甲你交过去，惊就无去啊。嘿啊，我感觉吼，你也是开车吼，你就爱较加较注意你的倒手边、正手边，啊，你的后边。对。因为你若无加较注意吼，你可能就爱做紧张啊，小紧张。像吼，咱进前去来88线。哦，才发生一件足危险的代志。这个大机车驶伫遮嘛，啊，这台货车，伊要叫伊停车，伊怀疑了，伊怎驶去路边？伊怎驶去路边？踩到伊的头前来就甲落去，就甲 A 落就对啦。啊，这个骑机车，大机车这个技术吼，伊就伫遐变骨啊，相当动作咧变骨啊哩，变骨啊哩。啊，后壁佫有车，伊就赶紧爬边啊，啊无到后壁车到，因为伊发生伫高雄啊，啊伫高雄遐吼，都是动车迄车迄动机车的，大概招去啊，甲迄个水产行迄个头家吼，甲围的因的工厂吼，甲安尼围的。因为迄台小货车是水产行的小货车，专门咧载货，所以大家就招就去抗议啊。我今仔足生气，气到我甲我讲话拢讲袂出。好，无安尼好无？你咱来调迄个感受，啊，看迄台轿车的迄个车牌讲几号？啊，无吗？哪有可能无？无啦。啊。应该是有啦。啊，今仔讲着我听好车同这个代志，咱爱来甲大家讲一下，关于比如讲路边超车啦，相关的代志要安尼讲，哦，来首先咱要来讲啥？迄个变车。变车是安尼啦，咱驶车伫咧路里有吼，等在后壁，对足我，后壁是啥？对足我，伊就是要甲你别开，啊，互伊会当叫，叫你让路啦。对哦，啊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，我常常伫咧高速公路驶车，常看到迄种车哦，嘛足无品的呢。伊明明就驶足慢的，啊，伊的头前拢无车，啊，伊就要甲驶伫咧上大线迄个车道，迄无我会叫逼车。啊，拢叫车哩？哦，毋是安尼讲，因为伊头前拢无车嘛，啊，伊佫慢慢驶嘛，所以有当时人高速公路顶管。有当时你会去用逼车，家己嘛一点好钱。开上慢，啊，你就袂晓开紧。啊，你无法度开啊，紧你就开去外线，莫共占伊个内线。当然。哦。哎呀，看到这种车嘛，足讨厌的。啊，白车吼，你讲法吼，你也可以用白话讲，袂当讲吼，后壁台车吼对调调。
嘛是后壁的车对上我，对上我，对真晚真暗的意思就对啦。对，啊就是要逼人吼，甲迄个车道吼，让伊先行过啊。这嘛是足无紧的，咱尽量莫共逼车啦吼。来，过来。超车。超车。哦，讲到超车吼，细汉时骑迄脚踏车，我嘛是做爱讲讲，要比迄速度，对吧？啊，我就是骑，我就是我超车，啊超车，因为超车去我的头前，啊等物件我，佮伊超车的过程啊，有，险啊弄死，险啊弄死，真正是足唔一样。所以超车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就是真车。真车，头前真落去嘛，就像你讲的，只要真一个小角叉，甲你嘛真掉的。你家己生下来的好友。啊，佮有另外一个讲法，掠车。哦，掠车听讲，听乌多摆的时候，你安尼甲超过去嘛是叫掠车。哦，对，所以超车、真车、掠车，是安尼讲。啊，过来。过来是烧路。两台车烧路、烧崩、烧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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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佮有一种是擦撞，安尼。A 掉。A 掉，就安尼。A 掉，嘛再讲烧 A， 烧 A， 哎对，啊嘛再讲 K 掉，K 掉，烧 K， 烧 K， 这种小小的车好意思啦。啊，有一个金，金着你的车，哦，你的车去金着我的车，迄车啦，车烧金嘞，都有讲。车烧金哦，啊，佮有另外一个追撞。哦，就是我讲的对咯。哦，对咯。你前面的后斗嘛对无？哦，系啊。伊讲话其实佮有中后斗。中着后斗。前着后斗，前着後斗，行着後斗，我佮有擠落，後斗甲擠落，擠落，擠落，對。你平平一個車，有這些講法。然後複雜，沒啦，別複雜啦。複雜。好，過來，塞車塞到半路段，告中。告中，安尼要哪講？告路。告路。係啊，車來停嘛。我不知道，我老爸伊個車牌，喺邊啊停㗎啦。係。啊，伊就開電話來講。我即擺咧告路，我即擺咧告路，啊，是愛告路就是吊車，是啊，吊車，吊車，告路，啊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停車，停車，停車吼，較常講的，會吼，講來好笑，你若小可走精，插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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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還有另外一種吼是吼賽車。皮車、駕車，你做愛空人駕車的對無？我袂啦。袂嘛，我跟你講迄個高速公路的故事。唔是啊，迄高速公路我意思就是講，你若駛上慢慢甲駛入內底線。啊，你若今仔日吼，規個華視新聞部來駕車，我袂輸人。你袂輸人哦？喲，你就敢講誒？安尼叫華視的經理後一道來。華視新聞部的駕車比賽，大家來配車。係啊，啊講到車，我俾講一個故事。哦，這人家乜淡薄仔幾啊故事。是哦。故事啦。哦。我即擺講會當實驗過發生的當下吼。足恐怖啦！我知道哦。剛好我摕伫阮兜的統一旅館，我伊阿摕咧看無線，我咧看梁靜茹演唱會。哦。重播。金龍班啊呢？啊結果。啊突然間吼，老爸老母吼。要想，要講吼，還有，馬可能上面總共做危險的。是哦。事後吼，伊較好，身體較好了後，就講吼，迄時做紅燈，愛頭前停一隻拖拉機，真正是拖拉機。也毋過吼，迄時陣伊有看頭前，也毋過伊無完全無看到迄條拖拉機。你弄着拖拉機的時陣吼，才看到，啊，以前要賣過嘛，啊，伊就甲車呢。哎，毋過伊彎的時陣，迄個伊咧橋頭擺的時陣傷緊，啊，伊那彎過的時陣吼，拄好邊啊吼，迄是迄草地啊，草埔啊，規個人變過去，然後車人咧動，啊，迄個時陣吼，伊的身軀手斷骹斷啊，喲，真嚴重哦，這是當時的代誌啊，哦，有啦，啊，毋過做全部，哦，是的咧，剛剛迄個時陣伊無看到這物件，迄後面出來滴滴的。也反映起來。這是什麼情形？啊，這差一點嘛是 A 流的東西。哦，那以科學的角度來看，你弟弟可能開
不去吗？无，这有贵耶。可能收疲劳，这有贵呢。可能当疲劳啊，骑机车讲骑紧，啊，所以有当时目睭稍微眯一下，眯一下啊就。爬开的时阵，就安尼啊，就看到车里头一个背部，我无你家这一关零万。对啦，你这较可好啦，该睡对啊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哎，卡手好，你家这一暝俩，伊人跳蚤。啊，无迄弄了吼，真正。无死嘛半条命。哎，是安尼，病毒是半条。真的吗？啊，用这即马人好，即马人好，啊，传播病惊。哎呦，哎呦，好气哦！做工啊有保庇哦，阿弥陀佛是哦，哎，咱讲起这啊，咱做一下结束。大家爱遵守交通规则啦。伫道理，你虽然讲吼，哎，驾车啦，开车，尽量卖啦，无啦，你驾车，你听我讲了啊。好啦，你安尼驾车吼，开水看。哎，你真歹呢，做帅的，哎，做高舞，做学做拍的，就是啊。拍哩拍哩安尼。但讲吼，你若出代志吼，就袂拍。你就袂拍，吼，你就只整一个吼，手断一个吼，骹安尼断去吼，哎呦，真歹看。都受苦受难。啊，通使上去。莫驾车啦，莫开车啦，大家照步来。遵守交通的规则啦。对，你安全我安全，就咱讲的大家拢安全。是啊。好。啊，我后一道各位观众朋友也是来看到我伫个路顶吼，有心情我心惊吼。唔是扭你啦，我拜托好啦。后回这是间继续讲安尼。大义请对的，拜拜。中岛的时阵啊。快点，我爱讲唱一个，啊你爱唱歌，要唱嘛唱。这是歌。要哭嘛哭嘛使，你知？嘛唱袂出来，嘛唱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。我中文口音我没听过。这是我们的编辑小编特别为我们编的，我们要学一下。